Hello，今次咧就唔係葉佩嚟嘅，咁咧我有好嘢要介紹俾大家，就係 Mercari 啊呢一個咧日本網購嘅網站啊，咁可以送到嚟香港啦。佢最近咧會有一個11月11號嘅開箱節啊，咁裡面有唔同嘅優惠啦。只要你係登記咗做會員嘅話咧，就會有唔同嘅優惠券俾大家噶啦。有一啲咧就係7折啦，咁如果新會員嘅話咧，佢有一張好特別、好平嘅1折啊！1折嘅優惠，仲有咧，如果你參加特定活動嘅話咧，分分鐘咧可以抽到一個11,111 yen 嘅特價嘅。咁咧佢仲有咧3天免運嘅優惠㗎。咁詳情咧，大家都可以去到佢官方網址啦，或者下載佢個 Apps 咧度睇一睇嘅喎。而點解我會知道有呢個優惠咧？本身我就係會員嚟㗎。咁咧早幾日咧就見到咧，我收到一張咧8888 yen 嘅日元嘅優惠，咁裡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優惠折扣啦，同埋折扣券嘅，咁咧今次咧介紹俾大家。